咁而九龍東咧，作為香港嘅第二個核心商業區，喺促進香港經濟發展方面咧，其實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。九龍東已經成為文化、體育、休閒娛樂同埋旅遊觀光嘅匯聚點。嗱，香港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資本籌集嘅地方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其實香港上市其實今年係非常之亮麗，我哋頭半年咧已經係全球排第一㗎啦。特別係喺點樣去吸引更多重點企業落戶九龍東，希望能夠聽到大家嘅意見，得到大家嘅支持。而家大家咁多前輩係真係一步一腳印，將成個九龍東做到係好成功，同埋係好有代表性。咁呢樣嘢係即係我覺得政界、商界同埋民間咧，即係每一位都係功不可沒。見到政府當時出呢個工廈活化計劃，再加埋起動九龍東呢個計劃咧，佢就會同我哋商量，不如將我哋嘅廠房就改建成為酒店。我哋嘅調查嘅結果係顯示咧，九龍東係已經成功轉型為香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。九龍東 CBD 係擁有最多綠色建築服務業環。計算個成本啦，跟住配套啦，跟住裝修啦，其實成件事咧，即係九龍東嚟講都係好出色嘅。因為而家我哋啟德嘅體育設施開咗之後。政府帶動，所以大家留意咧，我哋整個嘅商務區入邊咧，政府部門咧多咗好多。咁變咗我哋嘅租金其實唔需要太貴嘅情況底下，我哋可以用最大嘅資源咧，係可以去回饋翻一啲咁嘅 staff 嘅。我哋呢個九龍東咧就係即係個交通好。我嘅黃金年代咧就潮水嘅世，呢一個世紀咧係屬於你哋嘅地方。我哋嘅目的咧係搭建平台，促進區裏邊嘅持份者交流九龍東最新嘅行業動態同埋市場資訊，以進一步釋放九龍東嘅發展潛力。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呢個目標嘅，而你哋嘅支持係至為重要。